曾經因為維修費高，冇人識整，就將部波子長期擺喺車庫，又或者忍痛準備攞去劏。因為大灣區全面推動區域融合、經貿合作，便利民生。而家你嘅波子終於有價值延續嘅機會啦！今期視頻分享港車如何拖車到珠海維修，記得收藏保存啦！保時捷之所以歷久彌新，關鍵在於佢唔係追逐潮流，而係堅守經典。用而家嘅審美眼光去睇翻30-40年前嘅設計，仍然覺得佢閃耀住永恆嘅光彩。我哋嚟分享一個特別嘅港車北上整備案例。保時捷997喺香港引擎故障，無法正常行駛。關鍵問題嚟啦，要點樣先可以將台保時捷從香港拖嚟珠海維修？要準備啲咩資料？拖車費大概係幾多？1分鐘解答你嘅疑問。首先要有中港黑牌或者申請好港車北上，提前聯繫中港拖車或者揾珠海車房幫手預約中港拖車，預約通關出行時間。從香港經港珠澳大橋到珠海維修店，拖車費一般係4至7千左右。拖車需要指定司機跟隨拖車一齊過關。拖車前要準備好回鄉證、香港及內地駕駛執照以及臨時入境機動車行駛證全套資料等。997冧咗計喺香港維修，師傅話好麻煩，唔想整，想要整翻唔單止要等工位，維修費仲唔少，初步計都要呢個數。雖然話保時捷經典車嘅情懷無法用價值去估量，但係大辣辣10皮，點都有少少肉赤。猶豫之中，車主刷到我哋嘅視頻，經過深入溝通後，車主決定將台車拖嚟我哋門店維修。我哋提前安排好工位及師傅，車到店後先做足檢查，根據檢查報告向車主匯報車況及維修方案。頭先嘅嗰隻缸，呢個呢就直接係磨損到冇啦，睇呢個曲軸。車主確認後，我哋大修施工流程嚴格按照原廠操作手冊，仲幫車主修復咗發動機曲軸等核心部件，並喺有階段性進展時向車主拍攝匯報施工進度。發動機修復完成後冇幾耐，車主又再揾到我哋做全車翻新、噴漆翻新、改前後包圍同底盤整備。智雲行港珠澳保時捷一站式服務中心配置有機修區、鐵幕美容區、噴漆區、鈑金打磨區、新能源維修房、內飾翻新車間等等，所有功能區歸集喺一間大店內。內部高效協作，讓你享受一站式養車服務，省心省力更省時。